先找甲万平咱万台湾大家熬早真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今仔日的即个新册的发表会，以及咱要送册互咱即个移民署甲各县市的即个新移民的服务中心来先咧，咱先小解今仔的来宾伫我正手边是咱即个咱台南咱移民署台南的即个中心的即个蒋。迄个代理主任蒋专员，甲我同事伫我倒手边是咱大家真熟悉的咱吴老师吴元老师大家好声欢迎一下。好，咱把握时间，咱时间真有限大先呢我先介绍咱即本册即本册呢基本上。册名是叫外国结合之汉法之国文就是学汉字甲学即个越南罗马字的即学习效率的比较当然，即本是较专业、较学术性的专册啦主要是咧研究讲学汉字较有效率，还是学罗马字较有效率呢？咱透过实验做实验的方式，咱有找越南学生，搁找台湾的学生，拢总803个来做实验当然实验出来。证明罗马字确实是较简单学特别是即个听写即个部分呢，是罗马字加足简单的整体来讲当然罗马字是比汉字较简单学啦这是咱即本册上主要的一个当然。老早我是移民署的专员，我甲老师共款同姓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新书发表会进前因为我伫高雄发表论文的时阵是拄好真幸运有拄着老师甲我指导，因为我嘛是写即个越南中国学研究所以我迄时阵看了老师讲越南话，我足崇拜老师，我想讲哇，一个台湾人可以把越南话讲得这么好，我真的把老师当偶像在崇拜。那也很荣幸，去年收到老师送的越南佚佗拢免惊，所以我就开始可以好好的跟老师一样，因为我把老师当韩星一样崇拜，所以我就开始学越南文。所以我用老师那一本越南佚佗拢免惊，我可以从右边去看左边，如果右边写不要紧，左边他会写空骚，所以我就这样子学，然后中介就会觉得很压抑，说你们怎么柜台也会讲越南文啊？就觉得那一本书非常好用，那现在又再得到老师送这本书，我当然可能暂时用不到，但是我会把它收在服务站，延续它，传承它如果新住民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很欢迎他来看，因为我们的火炬计划学校的现在的越南姐妹的担任那个母语老师非常多，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要参考这一本。那也谢谢蒋老师在担任那个理事长期间，就是台越文化协会理事长期间，对移民署的关注跟指导那也预祝今天的新书发表会成功圆满，谢谢。在越南拄开放台湾人会当去的时阵，我就去越南。伫花莲机场，唔知影越南什么话过，因为咧受当时长期受这个戒严的影响台湾人呢，无管你捌字的什么人，对这国际事务拢唔知。咱所听到的吴志明、什么李登辉，还有吴登辉总统，什么的拢甲咱共款。黄文孝，咱就是讲，伊差不多也是共款，拢用汉字咧书写来一个国家。伫花莲机顶我唔知，落花莲机出来我，咱拢无汉字。唔过咱甲各位讲，因为我捌罗马字的关系。我伫机场就越南小姐服务人员啦，大概迄个手我学袂起来，我大概学袂凊彩讲者。先生，你会讲粤语？就人讲我会晓讲粤语，是啥物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会晓罗马字，我就会晓看到伊，我甲伊伫遐迄个交钱啥找钱，我看到摕起来，我就南站东，我就甲念落去你若知南站东，就是500块啦南站东，我迄个公花沙费钱的面啦，我就甲读安尼。不过无真准来讲，记者讲，先生你会讲粤语？
哦，我根本上拢毋知迄张，啊是迄张钱顶悬有安尼写，我照安尼甲念，我到这为止我嘛无学过啊。但是我迄句永远拢会记哩啊。哦，公法、消费争议、闽南，我就甲念出来。哦，啊，所以是感觉讲，张教授会当出一本册，我嘛感觉讲非常万幸，对台湾的新住民来甲歹势报告新住民哦，就是讲越南来甲做新娘的人，也是越南来住伫遮的人，伊会当搁继续来用这本来研究台语、研究华语，继续人捌因家己越南本土，这是最好。所以我望这本册，原来会当全台湾拢会当流行起来呢。哦，多谢大家。